我哋主要嘅目標用戶係為18到45歲嘅社交焦慮障礙患者，希望提升社交技能嘅人群，以及喺大型冇結構嘅社交場合中感到不適嘅朋友。如果更多有興趣，可以點 Join Us 嚟參加。而針對呢啲人群，我哋分咗為兩組，一組大啲，一組細啲啦。細 group 會3到5個人，會有相同嘅興趣，而大 group 就係最多到15人，會有一種類似快速交友嘅模式。喺細 group 嘅時候，我哋會有專業嘅引導，例如心理師或者社工在場輔導，而大 group 就係提供一個真實嘅大型冇結構嘅社交場合。總之，我哋會選擇比較安靜同埋私密嘅場所，例如咖啡包間啦，又或者社區中心等等，嚟減少干擾。而喺結束之後，我哋會採用問卷嚟調查反饋，同時可以記錄返參與率同埋流傳率，睇下有幾多人會持續參加。而通過問卷，我哋都會了解該活動嘅舒適度、滿意度以及令到大家可以學到啲乜嘢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，都可以喺呢度同我哋講，亦或者活動結束後都可以提出，例如喺活動中與他人交流時感到不適，定係抑或感覺大型社交活動會令到自己尷尬。大家提出嘅意見，我哋都會繼續參考，並就此提出改善。